但係爸爸你最近係咁食啊，又懶又唔做運動，肚都突晒出嚟啦。唔好一趴，因為我有 Carrot Cut 嘅懶人燃卡啫喱啊！你唔見我由上星期開始啊，每餐之前啊都一定食一條懶人燃卡啫喱咩？因為 Carrot Cut 嘅懶人燃卡啫喱啊，佢有超強嘅吸油海綿技術啊，佢可以咧吸附喺腸道之中，將啲澱粉啦、油脂啦、糖分咧包住晒，然之後將佢咧排出體外，絕對唔會影響食物之中咧你所吸收嘅營養㗎。而且咧 Carrot Cut 咧內含美國專利白腎豆萃取，餐前食一條咧就可以阻隔66% 嘅澱粉吸收，同時促進甜食類產品嘅代謝，減少脂肪嘅積聚㗎。你知唔知啊？如果以食嘅1000卡路里為例啊，我哋食咗 Carrot Cut 之後咧，佢相等於阻隔你嘅熱量啊，係你慢跑個半鐘頭㗎。哇！嗱，我食咗1個星期嘅 Carrot Cut 之後咧，你睇下，我真係瘦咗啊！有冇見到㗎？你睇下上磅。係喎。嗱，而且咧 Carrot Cut 咧有 berries 嘅味道，直情咧食佢咧好似食啫喱咁樣啊，當零食用，輕鬆方便。最近咧有第三方嘅測試機構報道咧 ，Carrot Cut 咧能夠抑制升糖達70%㗎，更獲得評級為最安全嘅等級啊！咦，而家臨瞓前都見你食埋呢個極瘦菌喎。冇錯啊，呢個咧係 Carrot Cut 嘅姊妹產品啊 ，Simple 極瘦菌啊！臨瞓前1個鐘頭食，佢話咧可以瞓住瘦㗎，1個月就可以瘦到2 kg 㗎啦。